后来，这个农业保险法总算是三读通过了。打来爱纳的保费降价，保障的金额有悬，保障的项目嘛加真多。像之前，这个保障的金额只有50%，即卖前5年上悬有价75%，即卖农民加真有保障咯。 规片金蕉园倒长，风台过了后，高雄蕉农真正是要哭无目屎，几个月的辛苦，一声拢去了。美农农会理事长夏志强讲，伊家己种15公顷的金蕉，受到过去风灾损失惨重，就头疼。差点跑路，都好几百的啦，我都15公顷以上呢。农民敢讲，敢会当看天食饭无较好的方法。农委会过去试办过农业保险，不过是针对天然灾害，政府补助保费嘛，敢若一半，农民意愿无悬。 你没有台风，一般农民的话就会跟他赌说，那我干脆不要跟啊，反正有台风我价格也会好，所以要跟保的人几率会比较低。但是上新的农业保险法已经通过，主要就是提高补助。过去保费补助50%就是一半，即马头前5年上悬补助75%，扩大保障的范围，除了天然灾害、疫病、虫害、市场环境因素拢包含在内。嘛成立农业保险基金，由政府逐年编列到100亿。收入不好，价格不好，他还是补到一个机制给你，保费再低一点，讲的时候是50%嘛，现在降到只有25%。 投保的人意愿会更高的。立法了后，法源更加完善，让辛苦的农民栽种品质优良的农产，卖当顾巴肚无烦恼。